再来看英国安德鲁王子正信任的中国的生理人杨廷波，和情报机构认定讲是中共的间谍，和英国禁止入境了。也毋过英国首相史凯尔当时表示讲，英国嘛是有需要甲中国保持往来，将对亲像气候变迁等议题互相合作。 英国下议院十六在保守党议员史密斯的要求之下，就安德鲁王子牵连的中国间谍风波，甲政府官员紧急质询。安全事务大臣盖维斯讲，会尽一切力量对付外国介入或者是间谍的活动，而且对法院裁定禁止杨廷波入境的代志，依持无改变，表示欢迎。Where we en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espionage, whether this stems fro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r any other state-linked actor, we will be swift in using all available tools, including prosecutions, exclusions, sanctions, and diplomacy, in order to keep our country safe. 杨廷波今年50岁，2002年去英国读册，2005年伫英国开公司，初是做旅游、办展览甲公关的工作。2020年改名号做汉普顿国际集团。 提供商业顾问、战略咨询甲投资服务。情报机关军情5处认定讲，杨廷波是伫中共中央统战部服务，是中国为着伫西方国家扩展影响力、执行经营任务的其中一个成员。杨廷波透过律师表示，这项指控的一切拢毋是事实，对英国政府撤销居留许可的决定，也会继续提出上诉。安德鲁王子办公室13发声明，表示安德鲁是透过官方的管道，甲杨廷波熟识。 双方前到达并无讨论过任何敏感的事务。英国媒体公开讲，这两个人已经熟识10年啊。安德鲁做生日、白金汉宫、温莎古堡方式的活动，杨廷波拢有去参加，也个代理方式处理中国投资的业务。军情5处已经就中国资金的来源在做调查。人伫挪威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史凯尔，16去媒体问到这件代志，伊讲伊当然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挑战，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是爱甲中国有来去，而且伫咧适当的时阵展开合作，亲像气候变迁的议题。现在执政的工党高阶官员几啊届讲到甲中国建立务实的关系，伫咧经贸投资的领域合作，促进英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。 在野保守党的议员史密斯对这点是真无认同，讲当局的做法甲欧洲、甲美国是愈来愈远，而且对中国展现大量的弱点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